喂。小朋友，这里可是封锁的案发现场。苏梅吧，我也是特案组的。特案组什么时候还招见习警察了？你毕业了吗？哼，我只是偶尔去大学讲讲课。讲课？你才多大呀？17岁当博士已经不早了。我爸18岁都双博士了，我拉低了我们家整体水平。你平常都这么说话吗？在新的团队，我爸老嘱咐我让我低调点。你们好，我是梁教授的助理阿信。梁教授，请跟我来。高斌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法医高斌，我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。根据尸骨的特征可以判断，死者为女性。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因为现场发现了很多化学痕迹。哎，怎么没见着梁教授啊？他还没来。为什么特案组的每一个人的档案都能查得到，唯独梁教授的一片空白啊？梁教授，特案组的负责人，公安部特案要案专项领导，警界传奇，破案率100%，平均结案时间不超过1个月，而且他还是个长腿欧巴。啊，在我的电脑面前从来没有保密2字。哎，梁教授。现在有了。梁教授。哦，你是包斩。是。人称活骨梗。是。您是11年前维密大街抢劫案的专组负责人，我听过您的报告。我的报告没有公开做过。我听的是录音。您最擅长的是对付有组织犯罪。擅长？我最擅长的是做饭，裁缝也是我的专业。你好，我是苏梅。5年前我见过你一回，那时候我还不是警察。梁教授。哦，这里被锤子锤过，凶手看来是个老练冷酷的人。梁教授，我在受害人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，很奇怪，不像是金属利器造成的，更像是动物撕咬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很多凶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喜欢先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，特别是用动物撕咬的话 ，DNA 的证据就会少很多。所以很多黑社会它都是开沟厂。1997年，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，他只不过把死者放进了鱼缸里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养的是食人鱼。我只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啊。知道了，小天才。凶手在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之后，把剩下的骨头放进了那个坛子里，现场也没有发现指纹。看起来凶手很享受处理尸骨的过程。应该是连环杀手吧？我觉得，这么狠毒的方法应该不是第一次杀人了。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犯罪记录，这个杀手应该从小就开始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，抛尸地点不是在这里。坛子是埋在一个布满青苔的水域，有一段日子了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洪水把它冲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首先要找到的是抛尸地点到底在哪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坛子，我从小就见过它，它是专门画素描的坛子。坛子的裂缝主要是在底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坛子是从高处往下扔的，底部撞击了水面，所以抛尸地点应该在一座桥上。我这里只要输入了坛子的密度、重量和水流速度，就能生成一个3维模型，这样就能模拟计算出桥的高度了。电脑太慢了，这座桥应该不高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以悉尼海港大桥为例，它的高度是52.4米，
如果从这个高度往下跳，冲击力应该是2吨，哇，相当于跟一个90迈小汽车迎面相撞，什么概念啊？4肢要能连在一起都是万幸。你这样能算出来吗？我的脑子同时可以考虑2件事情，这样不耽误时间。2.5米，纠正一下，是2.56米。马上可以找桥梁施工图看一看。找到了。别动，警察！不许动！别动！你别动！你别动了。 再动就破坏现场了。你就是华龙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坛子这么大，搬到这儿肯定引人注目。还好这个小比较偏僻。我们已经找到了抛尸地点。 我已经通知了8人，他们可搜索附近水域。你们都认识了吗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。 我以为高手都会本能反应的躲开呢。你的重心太高了，我要是躲开的话，你腿会受伤的。不是你下次来通知一声吧，毕竟咱们是团队合作，是吧？我要是不想跟你合作呢。既然大家熟悉了，谈谈线索吧。刚好在桥上的护栏啊，发现了一组奇怪的脚印。那不是很多小情侣约会吗？说不定鞋印是哪个小情侣留下的呢？ 小情侣站在石桥的护栏上，怎么了？泰坦尼克号的小情侣还站在甲板的护栏上呢，照样情意绵绵的。我跟你讲，越危险越刺激，就是有那种2个恋爱的人心跳加速的那种荷尔蒙分泌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倒是有必要教教你该怎么说话了。你还是先教他怎么挨揍吧。你也不差呀。杨教授。 我们调取了当地警局的报案记录，年龄为20岁左右的失踪女性，近期就有1例。通过对比 DNA， 我们确认了尸骨的身份，死者名叫莫非，2周之前失踪。失踪之前，曾经在镇上最大的一家画廊学画。哎，还挺漂亮的。杨教授，画龙给人感觉永远是那种单打独斗、容易惹麻烦的。 你是怎么考虑把他拉入特案组的？你如果当过5年的卧底，也会这样的。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早晚会崩溃。有时候要休息，明白了？嗯。没有撬锁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莫非在听到敲门声后是主动来开门的。开门之后，有个男人跟了进来。屋子很冷，地板很凉。女孩平时穿的都是这种加厚拖鞋，
而从现场来看，他一直在胶州等待一个男人的到来。门应该是没有上锁，因为这种锁一旦挂上，必须用钥匙才能够打开。当他看到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，兴奋地跑了过去，忘了穿拖鞋。那他也可能是忘记锁门了，所以凶手就趁机入室抢劫加强奸了。这就是一个女人等待一个男人最好的证明。女人不只是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喝酒。你会独自一个人大半夜在家里边喝酒的时候擦口红吗？在研究文化复兴时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佛罗伦萨当时的文化气氛，而常常忽略了台伯河在这段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。也正是罗马的这条母亲河，才使罗马走入了当时最鼎盛的时期。当着他所有学生的面把他叫出来。哦，每一幅经典的作品都有着它各自的文化底蕴。这就是证据。莫非应该早有准备？他把避孕套撕开了之后，这个男人突然间停止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停住了，而不是根本就不喜欢呢？这一点你比我有经验。我也只是合理每一种逻辑。这个男人似乎在屋子里面要寻找什么东西。莫非在安抚？看来这个男人有一些把柄在莫非的手上。当他找到了东西之后，就杀人灭口。但是她是一个小女孩，会拿着什么把柄呢？女人藏的东西，还是得女人来。没错，是我。那么莫非是你的小女朋友吗？我们不是你说的那个关系，我们仅仅是师徒关系。我们调查了莫非的社交网络，一共有172条未公开的信息，68条跟你有关。你的画作出现了32次，你跟我讲你跟他只是师徒关系。学生里头啊，有不少女孩迷恋我，这很正常。莫非失踪那天，也就是3月17日，你在哪里？那天晚上我跟我老婆在看戏，哎，你可去问我老婆。17号，那天我跟麦西去看话剧了。你们看的什么剧啊？罗伊跟马拉。不过我们岁数大了，也就不再相信这些美丽的谎言了。经常去看话剧吗？没事儿的时候就会去看。你们那天是几点结束的？大概是晚上9点。画家经常回来吗？经常回来。这个是戏剧演出的宣传手册，警官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拿回去看看。还有其他册子吗？没有了，保姆以为没什么用，就都给扔了。警官也喜欢看戏吗？看的戏太多了，只是不在舞台上。把一个根本就不喜欢的宣传册放在家里边，是白给我们看了吗？
这个李峰和她老公有一双一模一样的拖鞋，李峰的那双破损很严重，但是麦西的很新。由此可以证明麦西她不经常回家，两个人在分居冷战。莫非的出租屋隔音并不好？那天我询问了他的邻居，他失踪那天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尖叫声，所以我认为熟人犯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画廊的邻居告诉我们，画廊根本就不赚钱，而且教学也没有利润的。麦西主要靠老婆养活，老婆家里很有钱，他是个上门女婿。这个麦西呢，平时赚不到什么钱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所以在小女生身上找到了自信，结果被小女生纠缠上了，怕得不到老婆的财产，所以就对小女生下了手。好，说到物证啊，我觉得有个地方很奇怪，麦西戴的戒指很长旧，但他老婆戴的戒指却是很新的，款式一样，新旧不同，记下这一点。老少，这是莫非的出租屋提取的指纹跟麦西的指纹对比结果，还有这一张，是石桥上的脚印儿跟麦西的对比结果。把麦西找来吧，跟他好好聊聊。喂，啊？石桥下又发现了另一具尸骨。有我。